嗰個小朋友唱歌真好聽，一定係因為佢媽咪係歌手，遺傳咗強大嘅音樂基因。你都可能有聽過呢啲講法，但科學話俾我哋知，事情冇咁簡單，根本唔存在一個決定性嘅唱歌基因。基因或者提供咗一啲基礎嘅潛質，比如對音調敏感啲啦，肺活量好啲啦，但呢啲先天差異影響非常有限。真正嘅關鍵在於環境。小朋友從出世開始就沉浸喺音樂氛圍裏面，不斷聽媽咪唱歌，不斷模仿，不斷練習，又得到爸爸媽媽讚賞鼓勵。呢啲持續嘅後天經驗只係將潛質打磨成唱歌才華嘅真正推手。其實唔止係才藝，我哋嘅性格、興趣，甚至好多疾病嘅風險都係基因同環境複雜互動嘅結果。環境包括家庭、朋友、師長、社會各方面。所以基因唔決定我哋嘅命運，佢更似係一手發到喺手上嘅啤牌，而環境同個人嘅選擇只決定咗我哋如何將呢手牌打好。尤其喺唱歌啲複雜嘅技能上，後天嘅塑造力量遠比先天嗰啲微乎其微嘅影響要關鍵好多。